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讲顶两天啊，国情啊去到海产摊，看人正手边甲倒手边两道的人客，踮遐西牛啊照讲，那西牛啊照讲，煞毋知影正手边一个吼，看起来吼少年家。伊米路已经牵过了胆，竟然开喙甲头家讲，头家你遮有洋酒无？赶来，进口的贵的无要紧。来海产摊讲点洋酒，倒手边即道，即个看起较有货，即个看起较老江湖，即个就小可咧无欢喜啊。甲因共道的朋友讲，我看迄颗吼，可能最近吼白光屎得袂少。国情啊，你讲互明，台湾人咧讲话，音拢安尼会共转呢。讲白光屎吼，即个屎实在无好听，就是对倒来，就是白光散嘛，就是按讲老爸放落来财产啦。毋则倒手边即个较有货的人客，甲因共道的朋友咧议论，讲我看迄个来海产摊共点洋酒，一定吼进来才得到白光屎，吼刁工讲转就对啊，要来遮摇摆啦。人因细声讲哦，结果点洋酒即个转倒啊啦。甲头家讲，紧去赶，洋酒紧去赶来。头家真正柜台后壁拄拍开，有影有一家咧藏洋酒。头家赶一罐来讲，这进口的藏足久有较贵。我甲你讲，免甲讲贵啦，人数济啦，民主问题啦。国情啊，你讲互明哦，咱毋是讲民主关系对，毋过民间真侪人无讲民主，原来要转音的，转一音讲民水啦，为着民水的问题啦，主毋讲水，原来是讲热讲趣味的啦。结果这边咧讲民水的问题尔，换倒手边这个国情头拄我咧讲咧嫌人白光屎得袂少，这个较有货，这个人客讲头家，我看你吼拄我拍开吼，洋酒敢若毋若一罐，对，算来搁12罐，12罐拢甲包过来，这个搁较好野，讲话搁较红声。换这边这个点洋酒这个少年啊，家己咧咬念啊，讲我今日毋歹运去当着听狗金啊。听狗金啊，就是对倒位转过来，就是当朝的出名人听家金啦。毋过民间吼，人毋讲听家金呢，就讲要讲转呢，转一个听狗金啊，意思讲吼，今日要来遮摇摆，结果比较我搁较有钱，讲话搁较红声，煞隔壁迄个人客啦。莫怪即个情形的发生，因为咱劝人讲毋通请呀，毋通摇摆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的情形满是。毋过国情今日是要招你研究。讲台语有人讲转音的，调讲要讲热的，讲趣味的就对啊。